刘姐，比比谁抓的更多如何？比就比，可别怪我不让着你啊！哼，这金线蛇到底在哪儿啊？我就不信，我一条蛇都抓不到！出来！都给我出来！都给我出来！什么声音？这金线蛇也太难找了吧！都2个时辰了，一条蛇也没看到。就是说呢，我们会不会来错地方了呀？啊！哇！哎，兄弟，你们捕了多少条了？全部加起来也只有30条不到。能不能借我看一下你们用的钩子？这东西竟然比我的偃月枪还好用！你抓不到蛇又不是工具的问题。你